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底。底就是一个物件上界会卡站的部分，像咱讲下底，嘛会当讲是上尾这个时间，像月底、年底。啊，若是伫其中，咱会当讲是箱仔底。本来咱讲本底，原来咱讲原底。啊，若是伫上尾的所在，像咱讲巷仔底。剩的咱讲是货底、菜底。啊，若是有基础，咱讲有底；无基础，咱就讲无底。啊，若是有背景的人，咱讲有好业当底；啊，若是好田，咱讲好田底。另外，这一日嘛会当读做地，这是借用字。咱讲伫当时这个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具底，这就是有以前的意思，嘛有本来意思。像讲伊具底带遮买手才搬走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来山斗底，代表讲深山哪来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。警田爱警好田底，娶某爱娶好娘礼。伊还未结婚之前，伊具底为了要认因某，逐礼拜拢去因兜拜访。就算讲因某住伫咧内山斗底，伊嘛是足骨力去行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底，另外借用字读做地，伫当时的地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